史上最難用，發現成張床單都係擦膠水，包裝上面冇資料，個盒冇資料，官網都冇資料。我本身對佢有好多期待，最後失望而回嘅一個產品。每一個 YouTuber 都應該買一支返屋企開箱試下。好臭啊！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大家好，我係周庭。大家有冇留意到我今日拍片嘅背景唔同咗呢？我終於唔係坐喺張梳化面前，咁我就搬走咗張梳化，然後就企緊喺度拍片。後面仲掛咗兩幅我本來係掛喺自己房門口，我仲喺香港嘅時候畫嘅兩幅塑膠彩嘅畫。因為已經有連續幾條片喺屋企拍，就諗住換下個背景，等大家唔好咁悶。舊年我出咗一條片介紹我嘅愛用品，知道有好多朋友睇咗，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但其實喺呢2年嚟，我都遇到過好多自己覺得唔好用、唔啱自己，甚至係有啲中伏嘅產品，所以今日就決定同大家嚟一個伏品大盤點。不過喺開始之前，首先都要戴一戴個頭盔先。唔同人用同一件產品會有唔同嘅感覺，所以一件產品唔適合我，唔代表唔適合大家嘅，所以大家就當係參考下就 OK 啦。好，我哋開始。首先我要講嘅第一件中伏產品係佢 Aveeno 嘅 Daily Moisturizing Cream。Aveeno 都可以中伏，冇錯，我都估唔到，原來連 Aveeno 都可以有伏㗎。呢啱 body cream 係舊年 Aveeno 喺多倫多做推廣嘅時候喺街度免費派㗎。我嗰陣仲覺得好抵，喺街度免費派嘅竟然係咁大啱嘅貨 size。而且我以前都有用過好幾支 Aveeno 嘅 body cream， 喺我心目中呢一個牌子一直都係又保濕又穩定又唔會出錯嘅象徵。直至到我遇上佢，呢一啱 cream 喺保濕度上面完全冇問題，因為佢都幾保濕㗎。喺氣味上面都冇問題，因為佢係冇味㗎，而且喺我嘅皮膚上面都唔會有任何過敏嘅狀況。但係佢就有一個好致命嘅問題，就係佢唔知點解會令到皮膚出好多擦膠水。我無論係喺春夏秋冬邊一個季節搽佢，搽喺我身體邊一塊皮膚上面，佢都係會自動生產好多擦膠水。有時誇張起上嚟，係我第二朝起身就會發現成張床單都係擦膠水，都幾核突㗎。我幾個鐘前搽咗呢一隻 Aveeno 嘅 cream， 然後喺梳化瞓咗一陣，瞓醒之後就發現成隻小腿都係擦膠水。輕輕咁樣摸一摸，成隻手都係白色一粒粒，所以呢隻 cream 每次搽完條褲都好污糟。而家我就決定即場同大家試下佢呢一個咁神奇嘅功效。好，我搽咗喺手臂度啦。掛住拍其他部分都唔記得同大家 update， 應該都過咗幾個鐘嘅時間㗎啦。大家會見到我隻手上面係起咗好多細細嘅白色一粒粒，呢一啲就係 Aveeno 嘅足跡啦。我係喺完全冇捽過隻手嘅情況之下，就係純粹拍完片，醒起未同大家報告呢件事，然後望下自己個手臂、手背，就已經見到好多白色一粒粒啦。所以如果大家買 body cream 嘅時候，都擔心擦膠水嘅問題嘅話，就要小心啲揀啦。下一樣伏品係佢高露潔嘅 Optic White 美白漱口水，又係另外一個大家一定聽過，甚至一定用過嘅大牌子。呢一支漱口水嘅味，我覺得每一個 YouTuber 都應該買一支返屋企開箱試下。佢作為一支漱口水，係一個前所未有，我從來都冇試過嘅一個漱口水嘅味道，
正常嘅漱口水應該係有一陣好清爽或者好薄荷嘅味道，但佢係完全唔清爽之餘，係有一陣好酸酸縮縮嘅嘔吐物味，又或者係壞咗咁嘅乳酪味，而且佢嗰個 after taste 係好強烈同埋好持久㗎，嗰個鬼口水咁樣嘅味咧會不斷喺你個口入面纏綿好耐，然後你就要帶住呢一陣味去同你屋企人講嘢。我諗屋企人都應該會俾你臭親，然後佢個口感係比水結少少嘅感覺，再加埋佢係會產生好多白色泡沫㗎，所以每次你啷完口之後咧，成個口入面都會變成白色，條脷都會變成白色，就好似中醫講嗰啲好唔健康嗰啲脷嗰啲顏色咁。總之就係由個口感到個顏色去到個味道都係好嘔心同埋好核突。總之呢支漱口水真係每次有朋友嚟我屋企，我都會慫恿佢試下，然後望住佢中伏，所以都推薦大家挑戰下。下一樣伏品係舊年有朋友喺香港買嚟俾我嘅，係香港曼秀雷敦嘅面膜同埋眼膜。曼秀雷敦呢個叫 Botanics 嘅面膜，我喺好幾年前有聽過佢噶啦，同埋我記得佢有一排係賣好多廣告噶，所以我都想試好耐噶啦。咁呢一隻面膜咧就係茶樹抗痘面膜，個眼膜就係石榴提亮眼膜。但去到我真係想用佢哋嘅時候，我就發現有啲唔妥啦。因為我平時敷面膜之前都習慣睇下佢後面嘅 instruction 先嘅，例如佢建議敷幾耐啦，用之前使唔使上咗化妝水先，用之後使唔使洗面等等。尤其係眼膜咧，每一個牌子嘅用法都可以好唔同噶。但係呢兩隻面膜後面都係完全冇寫究竟要點樣敷㗎，於是我就上香港曼秀雷敦個官網嗰度睇，然後就發現連個官網上面除咗啲宣傳字眼之外，都冇任何資料，亦都冇寫要點樣敷。然後我就再仔細睇下呢兩包面膜後面所寫嘅字，先發現佢哋比起我其他用過嘅面膜都寫得幾簡陋下㗎。呢兩塊係我求其喺自己個櫃嗰度抄出嚟嘅韓國同埋日本面膜，咁佢哋後面都會詳細寫明咗使用方法、成分表、公司地址、公司聯絡方法同埋產地㗎。但係香港曼秀雷敦嘅呢兩款產品後面係完全冇寫呢啲資料㗎，同埋我朋友買佢哋嘅時候，呢啲面膜係用一個透明盒做包裝，個透明盒後面嘅文字同面膜包裝上面嘅係一樣㗎，所以包裝上面冇資料，個盒冇資料，官網都冇資料。最後我係去到香港萬寧個網嗰度睇，先發現原來呢隻眼膜係要敷30分鐘以上。另外都分享下我用完呢兩塊面膜之後嘅感受。石榴眼膜係啫喱凝膠狀嘅眼膜，佢嘅好就係在於佢好貼，因為我以前試過用某啲眼膜係一喐就甩噶啦，搞到我眼都唔敢眨，但係呢一塊就冇呢個問題。至於效果的確唔算太明顯，但係考慮到佢嘅價錢唔貴，所以就 OK 啦。至於 Botanics 面膜，我覺得佢嘅抗痘效果就比較一般。我無論係 feel 到就嚟要生暗瘡嘅時候敷佢，定係粒暗瘡出咗嚟之後先敷佢，啲暗瘡都係好茁壯咁樣成長，完全唔謝，所以對暗瘡似乎冇咩幫助。但係以上呢啲用後感都唔係我話佢哋係伏品嘅原因。我之所以會話佢哋伏，係因為我覺得護膚品包裝上面嘅資料真係好重要，特別係對於有皮膚敏感嘅人 ，touch wood 有咩事都起碼知道自己擺咗啲咩上塊面度。大家買護膚品嘅時候都可以多啲留意下。嚟緊呢樣伏品係我咁耐以嚟第一次喺自己嘅 channel 入面提及呢樣嘢㗎。我知道我嘅 channel 男性觀眾係比較多㗎，咁但係為咗各位女性觀眾，我都決定要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個包裝盒呢，我就唔小心抌咗，咁但係我就仲有最後一條，當然係全身未開好乾淨㗎啦，可以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就係 U by Kotex 嘅面條。我要同大家講下佢究竟有幾咁難用，好奇怪，好似要喺鏡頭面前同大家開箱面條咁。呢
呢一個就係麵條本人啦。一般嘅麵條係我一撳後面條麵條就識自動出嚟，咁我就可以好容易咁樣淨係拎個殼出嚟。但係呢一支麵條唔知係佢設計有問題定係點樣，10次有9次個麵條咧都係唔識得離開個殼噶。我一抽個殼出嚟嘅時候，條麵條都會跟住一齊出埋嚟。結果我就要好狼狽又好血淋淋咁樣喺廁所用隻手分開兩者。所以呢一隻麵條應該係我用過咁多隻麵條入面，我覺得係史上最難用。你想象下，如果你出街嘅時候就淨係得呢一支麵條喺公廁入面咧，都真係會幾狼狽噶。咁所以帶出街嘅月經產品咧，都係帶一啲自己用慣用熟嘅好啲。各位女生都可以留意下。下一樣伏品係我喺呢度嘅亞洲超市買嘅，係 Tsubaki 嘅 Premium Volume and Repair 洗頭水。先同大家講下我嘅髮質係點先。我嘅頭髮係好幼細嘅，所以喺出油或者出汗嘅時候就會好容易變得好塌。而同時因為多倫多嘅天氣好乾燥，所以我嘅頭髮又會好容易打棘。所以我需要嘅洗頭水係一啲清潔度比較強，而同時都會有少少保濕成分嘅洗頭水。我最初開始用呢隻洗頭水嘅時候，個使用感係幾好㗎，覺得佢真係可以為我個頭增加一啲 volume，令到佢睇落去蓬鬆啲。但係用下我就開始覺得唔對路。有一日我拗下頭，突然間就發現，咦，點解我個頭生頭瘡嗰個頻率高咗咁多嘅？同埋我本身係冇咩頭皮嘅喎，點解而家個頭多咗咁多嗰啲頭皮屑嘅？同埋我沖完涼半日，就算冇出過街，我個頭就已經會開始出油啦。然後我就發現原來呢一支洗頭水係完全唔啱我㗎，佢係令到我個頭每2、3日就會生一粒頭瘡，有時舊嗰粒都未謝，已經有粒新嘅生出嚟。仲要呢支洗頭水其實唔係特別平，都要成15蚊加幣一支㗎。我諗呢一支係比較適合啲頭髮粗啲、頭皮再乾旱啲嘅人。頭髮幼嘅人一定會明，頭髮幼咧係好難打理同埋好難 set 頭㗎。所以我仲揾緊一支真係啱我用、價錢又經濟，而且多倫多又有得賣嘅洗頭水。如果各位朋友有任何推薦嘅話，都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講。至於呢一支，自從我發現佢同我嘅頭瘡有關之後咧，我就冇再用佢啦。不過我唔想嘥，所以我有用佢嚟清潔我啲化妝掃嘅。下一樣伏品都係喺香港好常見，而且賣好多廣告。我本身對佢有好多期待，最後失望而回嘅一個產品就係既然嘅極潤保濕面霜。我仲喺香港嘅時候已經成日見到既然嘅廣告，所以一直都好想試下用佢。結果我就喺呢一度嘅亞洲藥妝鋪買咗佢返嚟。佢最特別嘅嗰樣嘢咧，就係佢個 cream 入面會有啲黃色嘅一粒粒，佢話係叫做抗皺粒子嘅東西，可以淡化細紋嘅。要同大家講下我嘅膚質先。嚟到多倫多之後，我嘅皮膚基本上都係偏向乾燥㗎，有時秋冬天都會出一啲乾紋，但係又未至於會甩皮嘅嗰一種生磨肌。而除咗嚟 M 之前呢啲特別日子之外咧，我係好少會生粒粒或者生暗瘡㗎。至於呢一啱既然面霜，我每次用完佢嘅之後嗰日，塊面白髮白中都係一定會出2、3粒油脂粒㗎。我嘅用法同其他面霜都係一樣，先上爽膚水，然後上精華，再上 face cream。可能我真係唔啱用佢，但係我都真係冇用過一啱 face cream 係會用完100% 一定出油脂粒㗎。而且嗰啲油脂粒仲要係好頑固，唔細粒，仲要維持好耐時間都唔識謝嘅嗰一種。而當你嘗試擠嗰個油脂粒嘅時候，比起濃更加多係滿嘅油分喺入邊，擠完之後就會有笪拉喺度，嗰笪拉又要等幾個星期時間先會慢慢開始變淡。決定拍呢條片之後，我就決定俾多次機會佢，再用多次，結果都係一模一樣，而且嗰啲油脂粒嘅痕跡
到而家都仲喺我塊面上邊，仲未消失，所以我就決定唔會再攞呢一間 cream 搽面噶啦。但係我唔想浪費，所以可能會搽頸啊、手啊、腳啊咁樣。我買呢一間 cream 嘅時候，其實同時仲買咗肌研嘅另外一隻係 night cream 嚟噶。我而家都好糾結，應唔應該開佢嚟用？我又好想俾次機會佢，因為難得買咗翻嚟。但我用完呢隻之後有好大陰影。如果我之後真係試用而又 touch wood 中伏嘅話，我會再拍片同大家分享。嚟到最後一件伏品啦，今次唔係護膚品而係食物，就係呢一個桂冠出嘅焦糖布甸湯圓。呢一包湯圓都係我好推薦各位 YouTuber 可以買嚟開箱試食㗎。我係一個好鍾意食湯圓嘅人，都食過桂冠呢個牌子幾隻唔同味嘅湯圓，對呢一個牌子嘅印象都好好。咁有一日我行亞洲超市，就突然間見到呢一隻焦糖布甸湯圓，佢仲要係同布甸狗聯成，見到個包裝咁 Q， 我就即刻買咗返屋企試下啦。一試就真係不得了，佢個口感係好核突㗎。一般我哋食開嗰啲芝麻或者花生湯圓個餡都好似醬，又或者心太軟嘅嗰種感覺。而呢一隻焦糖布甸湯圓，佢又想做到一般湯圓嘅嗰種醬感，但同時佢又想保留焦糖布甸嘅嗰種軟腍腍嘅感覺。結果佢就係一劈溶咗但係又未溶晒嘅焦糖布甸，而且佢個味都係好奇怪㗎。焦糖布甸嘅味道同個皮嘅味道根本就係完全唔夾，所以你食落口嘅時候就會 feel 到皮還皮，布甸還布甸。你哋可以想象下，就好似一嚿熱食溶溶地嘅布甸，再加一嚿糯米粉團咁樣嘅感覺。佢係有焦糖味，但係又冇蛋味，而佢個焦糖味又好似真係有種燶咗臭臭地嘅味道咁樣。所以呢一隻湯圓無論係味道定係口感，我都覺得係極可怕㗎，非常之歡迎各位用者買嚟試下。為咗可以俾大家知道呢一隻湯圓究竟係有幾咁恐怖，我決定犧牲小我煮咗2粒，決定同大家一齊試食。我唔客氣啦，好緊張啊！好核突啊！好臭啊！哇，唔得啊！呢個真係，而且佢嗰個好核突嘅質感係會一直喺你個口同埋喺你個腦嗰度不斷徘徊噶，再加上佢個皮同埋佢個餡係完全唔夾，然後個皮又好厚，所以就係一塊好厚而冇味嘅湯圓皮，再加一劈好難食嘅熱焦糖布甸嘅感覺，食完個口都覺得臭臭地。我啷個口先。呢條伏品盤點嘅片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啦。其實我前排仲拍咗一條可樂味 Oreo 嘅開箱片，仲記錄低咗我中伏嘅嗰一刻。咁之後嗰條片我剪好同埋上好字幕之後呢，就會上喺添聽限定頻道嗰度。咁如果有興趣睇嘅朋友喺之後呢，就可以加入翻添聽啦。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撳埋 subscribe 隔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下次嘅片啦。想加入添聽嘅朋友可以撳頻道名隔離個加入掣。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啲暗瘡都係好茁壯咁樣成長，完全唔謝，所以對暗瘡 touch wood 有咩事都起碼知道自己擺咗啲咩上塊面度。大家咪呼。我最初用呢隻洗頭水嘅時候，個使用感都幾好㗎，覺得佢真係可以為我個頭增加多啲 volume。